九住星是初学行者勘验禅定修学进度最具体实际的准则，分别为内住、续住、安住、静住、调顺、极静、最极极静、专注一去、等持。9个阶段，通过这9个阶段的训练，就可以进入心一静性，成就正定。西藏有一幅著名的坛卡调相图，具体地描述了在修习九住心的过程中，身心上可能产生的一些变化。僧人代表用功修定的行者，他的左手持棍代表正知，右手持钩索意喻正念，这是训心的工具。大象象征心，黑色代表昏沉，以调伏大象来比喻调伏自己的内心。猴子象征散乱、掉举。兔子表示到达这个阶段时有细微的昏沉现象，很多人会把细微的昏沉当成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在路上有5种妙遇，代表调举之境，也就是色声香味触觉的外境，对应眼耳鼻舌身，它们是修订的进程上令我们分心的东西。一面镜子代表色和色的诱惑，一对乐器代表声和其诱惑，一个装了香水的海螺代表香和其诱惑，水果代表味和其诱惑，一块布代表触和其诱惑，六处弯道象征6力。听闻力指依于听闻清净传承教授承办第1住心。思维力指经由听闻力后，再依于内在思维法义承办第2住心。意念力指经由内在思维法义后，再依于数数意念所缘承办第3、第4住心。正知力指因由数数意念所缘后，再依于正知察觉能缘心由否染及沉掉障碍，且极为好乐欣喜修定而承办第5、第6住心。精进力指当由正念正知摄持的圣妙三摩地以远离沉掉障碍时，人需刻意精勤功用，由正念正知摄持正定，更为坚固有力守护能缘心而承办第7、第8住心。串习力只已成就了极为圣妙三摩地，唯需依于往昔的串习相续安住所缘承办第9住心。火代表4作意，历历运转作意。初修业者散乱多，定力小，需要非常强烈的努力来面对修行。有间运转作意，得所修作意以后，坐中虽能持续入定，然定心尚有被沉、掉、间断之时，需要不断地去延续尚未能纯修行转的一种作意。
无间运转作意。从了相作意后，能任意入定，虽尚偶有杂念，一生起即能灭除。虽仍需策立其心，定心恒常相续，沉掉不能使之间断。无功用运转作意，定功纯熟，不需作意摄心，便能随意入定，入恒久不动之境。刚开始修定时，一坐下来就想外面的东西，想世俗的快乐，想世俗五欲乐的境。由于努力的听经闻法，才知道有内外的分别。由于听闻力发挥力量，行者知道法喜与禅悦是由内心产生的，必须往内才能追求禅定的快乐，于是来到了修定之路的起点。然而，一直以来就习惯将心外放，四处攀援，眼睛看到好看的就一直看，耳朵听到好听的就一直听，舌头尝到好吃的就多吃一点。原本清净的心，透过六根一直向外追求，本来清净的心变成了染污心、贪欲心、嗔恨心。刚开始学佛时，心就像那不羁不驯的黑象一样，被猴子拉着跑。行者在后面手拿工具，努力地想追象，但怎么也追不到。不过这时已经知道了将心从外的一切所缘转向内，系于内在，依止于佛像等任何一种所缘，这是习定的第一步，称为内住。来到第二个转弯处，火小了一点，这时能运用思维力，把粗动的心变成细微的心，使心能够念念相续。初习定时，路上火非常猛烈，代表必须很用力、很刻意地将心收摄于所缘对象，而无始以来的虚妄心念，会习惯性地想到平日所做的一些事情，所看的一些景物，这时心就跑到所想的人事物上去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忽而正知生气，又把心拉回至于所缘对象，可是一会儿又忘记，又想到别的事情，于是心又再次跑掉，经觉照才能再度拉回。行者手拿工具追象，还是追不到，象还是被猴子拉着，但二者不再乱跑，开始用走的。动物们头上白色渐渐增长，表示昏沉和散乱慢慢细微下来。心能够在很短的时段里停住在所缘上，这时进入了修定的第二步，称为续住。来到第三个转弯处，火又更小了，经由内在思维法义之意念力，能在正念一失时马上把它想回来，就如同子异母
母义子一般。走到这个阶段，心开始有一点点受控了。行者的钩索绑到象，象已不再被猴子拉着跑，虽然还是跟着猴子，但一拉它就会回头，开始会听话，开始知道心散乱，能再度令心专注于所缘。但一旦外界干扰心，仍会涣散。象和猴子二者黑色又少了一点点。这时象背上有一只兔子出现，表示到达这个阶段时会有细微的昏沉现象。细微的昏沉若没到达此阶段是观察不出来的。很多人到了这里会把细微的昏沉当成定，以为已经得到禅定的味道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他一坐下来很安静，心很舒服，没有烦恼，也没有散乱，没有打妄想，他以为是定境，其实是细微的昏沉，有点像半昏睡的状态一样。细微的昏沉跟定有着很大的差别，因此特别以兔子表示，这是前面阶段没有发现的，在这里一定要克服它，不要以为它就是定境。心已较习惯安住于所缘对象，妄念一起，即能发觉，并立刻把心拉回，心较安定，不会常常往外跑，这样的心境称为安住。大象、猴子、兔子，黑色又更减少了。在这阶段我们能摄心，虽然亦有外界干扰时仍然心散，但能立刻警觉。和安住阶段相比较，行者与动物距离比较近，绳子不用拉得那么紧，因为这时动物们已经蛮听话了。此时可说能很稳固地将心安住在所缘对象。对所观之对象虽然还不是很清晰明显，但只要有一念向外攀缘，便立刻警觉，观照之所缘对象已经在旁边，称为静住。来到第4个转弯处，这时火很小了，表示这时候只间歇用力保持定就足够了，开始可以降服烦恼了。这时用的就是正知力，从正知力转过一个弯，就到另一个境界，依此到达第5、第6阶段。从摄心从内开始，一直到达静住的阶段，都是把心扣住在所缘的对象上。到了调伏的阶段，开始能体验到修禅定的殊胜，理解力增强，精神较能集中，心也能常处平静当中，较能降服烦恼了。对于五欲、三毒、男女相之诱惑等，亦能以静制动，不容易被外境所惑。所以这个阶段的心念比起以前来还要敏锐、清晰、明显，念头究竟是清净亦或杂染，马上能做分别。现在行者不止钩索绑到相，连棍也出动得很好了。走到了前面拉着象，
而猴子乖乖地拉着象的尾巴了。这时动物们都已半白，兔子还在，说明在这阶段基本上已对粗的沉调有控制，但还存有细微的过患。到了第6柱，即是心念极静的阶段。这时大象和猴子白的程度已超过一半，表示已经开始有定力，完全可以扣住所缘境。兔子消失了，表示细微的沉调也受控了，但仍然有细微的调句。第5柱心调伏是克服外境的诱惑，到了极静的阶段，已可以降服发自内心的杂念。对于贪欲、嗔恚、昏沉睡眠、调举恶作、疑等等，都能以内心的安定功德克制它，不易再受它的扰乱。不相应的杂念、妄念一现起，立刻能够明白地分别，并且清晰地斩断它。至此，内心是极静了。极静如深夜的寂然无声一般，但并不是涅槃的极静。来到第5个转弯处，火已熄灭，可以经由正念正知摄持远离沉跳障碍，但仍需刻意精勤用功，必须更为坚固有力地守护能源经，而承办第7、第8柱心。转弯前的极静还是以静定来制服寻、四等烦恼的，如以石头暂时把草压住，但被压住的草还蠢动着，并非烦恼心念全部现起了。来到此已经进步到寻四等烦恼一生起，立刻可以遣除。这时行者不必再借用比较粗暴的工具来指挥，只是轻轻地盯着象就足够了。猴子也受到降服了，这表示在这阶段若升起贪心和忧愁的话，能令其马上止息。粗的沉调早没了，细微沉调亦难升起，就算稍有升起，也能无间掠起功用使之断除，而细微的调举也几乎没了。大象变得很白，猴子、兔子都已离开，代表在此阶段心已安住，不受内外不良因素所动乱，能长期维持在定中了。就此透过认真努力的方式，让心能按照自己所想要的安住于所缘上，力求自然的、不断的、相续的任运而住。来到第6弯处，已是道路尽头，路上清净无杂染，火及其他令人分清的东西都已消失，已成就了极为圣妙三摩地，但仍需依于往昔的串习力，相续安住所缘承办第9柱心。这是专注一趣的更进步，功夫纯熟，不加用功，不需努力，任运而成的。
心能完全如自己所愿地安住于所缘上。习定至此阶段，就是要得定了。行者坐着修定，像乖乖地躺在他旁边，温驯得不得了。行者的心由彩虹延伸出来，这是说随等持住心后的境界和修持。一般没有修禅定的人，心里头会有一些上下起伏，碰到喜爱的就一直想，心思不断地上扬，累了就迷迷糊糊，没有智慧，一直要打瞌睡，昏沉下去。所以说内心不平等。而修习禅定到第9住这个阶段，能使心念保持平静平等的状态，既没有维系的上扬调举乱纷纷，也没有维系的昏沉暗昧，所以是一个平等的状态。能够照这样持续下去，即称为等持。彩虹路上的飞天行者代表身的清安，行者骑象代表心的清安。最后行者骑着白象，手上持剑，身后有火，这是代表止观双运。这里的火是智慧火，和道路上代表四座翼的火意义是不同的。行者手上的剑代表能断除轮回的无我智慧正见。依止9住心修定，心能完全如自己所愿的平等安住于所缘上。修定的方法不同，成就的时间亦因人而异，但从最初摄心到成就正定，叙述这一完整的学程。因圣者所说，修止的方便过程不会超越9住心，所以基础定法之养成应依此修习，要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进程，才不会产生增上慢，而贻误了自己，伤害他人习禅的最高目标。